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粤剧《黄日榜》。粤剧《黄日榜》是根据川剧金叉记改编的，以描写南宋时期才子黄日榜对爱情的坚贞和不畏权势的高尚品质。黄日榜由殷桂芳扮演，钱柳莹由钱天红扮演，钱生士由许金钗扮演，钱玉莲由戴中贵扮演，周必大由殷小芳扮演，钱夫人由李金凤扮演，黄母由谢小仙扮演。请听第一场手册。老夫出身，青南阳穷姜子郎许文通为媒，将儿女玉莲许与王金城之子王日榜为妻，要听今日为王，不免在当前定律。哇，徐老爷来了，快快有请。是，有请徐老爷。元兄，元兄，请坐。请问徐仁兄，婚事是何？小弟初到皇上，提起亲事，王老爱人因为家道贫寒，再三催事不肯依承。哦，小弟将正义严明，不能家道贫富，只要女婿爷俩。是啊，他们母子放在姻缘。哦，这是一件什么？他家缺少聘礼。徐仁兄啊，小弟义正言明，聘礼不拘轻重，随意点缀，方可顺利呀。聘礼虽有，这是他就请礼，哪料出来就恐神兄奸话。小弟就不见话，究竟是什么问题？乃是王家主意警察一事。警察，姐兄请。小弟就忘记了，王的爸爸有前世举一手，作用
不进仓，小弟病床着的，小弟可怜。司礼顺教收拾他，不是土马运行中，当年两忙存家娃，修来进草谁儿啊！不愧是读书人的本事，才不知几日宁虚啊！十王爷道，他要成为姐弟，再迎完婚。好，有志气，愿君快来啊！员外当有人，许仁兄来了，上前见过。徐叔叔，你是到我家来的热烈的亲子吗？正是是哪一家呀？黑道高王家。就是王金城、王仁兄之子王仁庞，上个月考了榜首，乃是温州府有名的宝雅秀才。夫人责任，责任了，金下品。就是今天。哎呀，徐叔叔，你怎么开这样大的玩笑？别人快是这去堂去招待亲家，扶上来看。不劳手指费心，平里已有小弟打来了，倒是爽快，多少平静啊！这是一件喜婚之配，只怕你远救不慎。员外拿来我看。哎呀，我枉是为了这大的年纪，看不出他的贵重。问问又不想，那在手里又不中，给我来摸他一摸。拿过来！你当我真的不认识？黄杨木叉子一分银子买一根，一斤买10根，未必就想拼着王师傅。不要，快去问他。岳兄不要生气，本朝两万国，经常夫君尊为家王。喏，这里还有诗句在此，你可了事人明白。拼力多少不得，烦恼才是顺旁。司礼专家修实长，我速度嘛愿心中。当年两忙存家娃，修理警察12银。你把好事都成应事了，都别事了。什么行帮？我晓得他上家在这样临时。徐叔叔，我才不喜欢这个秀才人情，高攀不上，请你退了回去。岳兄，你此言差矣。黑马为子无人，问在册中死无神。我家本来是富有，你何必去把彩礼酒？夫人两玉满国，今朝不穷家瓦流。啥是我儿配家牛，夫妻姐妹都把手。明日亲在
人在杨四海，将来定能尊鳌头。少女身为先贤女婿，不为结亲先门路。终于在家十九堂，才是富贵不到头。徐仁兄啊，你不要与他去一般见识啊！我是一家之主，女儿的婚事由不了他。女儿是我一岁家抚养长大的，也由不了你，由不得你，由不得你，由不得你。姑姑嫂嫂，你们做什么啊？姐妹来了，请坐。哦，原来许先生也在这里，真是稀罕。嫂嫂你好啊。好。嫂嫂，你和姑姑又吵了架吗？哎，不用提了，他办的好事，把一个是妇是女的女儿听了许叔叔的话，许王德邦为妻。可是海大房王家，真是妹妹，你认得他们，怎么不认得？他家一贫如洗，母子两人实在难度，穷得风骚地要当等。啊，许先生，你是头一位要做媒事不是？哎呀，这样子做人家，岂不是害了肉里之女？又不是我想做媒，哪个请你来的？妹子啊，你来做什么的呀？姑姑，我也是来替侄女杀亲的。你来迟了。妹妹，不要理他，你说的是哪一家？姑姑嫂嫂，请听了。玉娟徐家女，他家三公儿，种子用豆粮，米国向山去，两边千万亩，号称生活主，人物多精神，年少真风流，经历也风雨，一代金锁头，世代半半有。看你是不是，是不是？只要他开口，就得我多手。花开王家拼，须臾新婚酒，新婚酒。王家婚事乌云口，哪个过来讲出头？我想那右军帅府他请我，王石旁家道谁穷吃中我，王家的聘礼我已收下，他要回请不能够，不能够。姑姑说话没多口，你也该为我侄女思前后。你把肉类开十磅，他家贫穷，叫他怎样都成去，都成去。看他们议论纷纷，真不虚，不由我心里连问去。看来小女难成就，不免告知为家孙，为家孙。仁兄恰满为家庭，是由小弟做主后，既然婚姻已出口，司马难再不回头，不回头。徐仁兄啊，一切由小弟做主，啥要回请万万不能。高明大户不放，要放穷酸目标，绝不能够。在家重夫，只有老子。女儿是娘大都要有娘。哼，这兄。姑姑啊，这是侄女一辈子的事情，将来嫁到王家，少吃少穿，哎，岂不是要埋怨你了？不要你管，怕把身家的财一都给我抬回去。妹妹，我们偏偏不太宽他这样。啊，你。
杰兄，你我四人在此吵闹，也是枉作，可人问过灵哎。李真，我不叫他出来问过明白。哎，对，徐先生，到底是你们读书人心思多。哎，姑姑啊，问过这女子有可不许反悔啊。哼，李真，请小弟出堂。是。叔叔，见过姑妈，带你来儿啊，来，为父告诉你一件喜事啊！就连娘来告诉你。儿啊，不要听你妈的话，我先生。听娘先生。好。母亲，虽叔叔在此，你就让随便先生吧。好，就娘的先生。儿啊，来，为父见你年已及笄，得请许叔叔为媒，将你许配黑当凤王八五之子王十八为妻。喏，聘礼在此，我儿拿去回来。喏。好。那王德邦是温州府有名的秀才，上府又考了榜首，将来都是前程无碍的啊。陈玉，不要听你许叔叔的话，那王家呀，要水不让步，你将来过门之后怎样都成。是啊，哎，还是听你娘说吧。小莲莲，你姑妈听你做媒，许生冤枉之子生有救，人家聘礼在此，我来看。你们不晓得吗？虽是驸马放生冤枉，家财万贯，又是你娘的男子，真是亲上加亲。你将来过门之后，一辈子吃不完穿不完，哎呀，真是好得很啊！我儿娘是爱你不为你的，人家王家你自己先在想啊。儿啊，来，王十旁前程远大，为父虚情在先，不能反悔。身家为父不争，还是王家好。王家，哎，王家，身家富，王家贫穷，身家好。身家，哎呀，我的好侄女呀，你快当你旨意吧。他是为当庭旨意的。回来哦。
为
王家妇人间又要花落里银丈夫对见。师兄，好倒是好，那王十帮四个孩子婚是怎样陪伴得起你？属下来这代吧，属下来这代吧。师公们，有了，徐仁兄啊，向小弟膝下只有玉莲一人，一旦出国，谁难给谁？王十帮家中也只有老母这套，明年上京赴考，家中无人照料，万事干脆造贼，将他老母即往我家一同居住，彼此均有照应。仁兄，你看此事是何？此事两全其美，你两王家绝不异议。只是你们二老为了此事失了武器，小弟切在不起啊！为了儿女的终身大事，小弟内心客套，也就是了。好，事不宜迟，仁兄早定佳期。今天嘛，那是冬月13，明天14，后天15，就在后天吧。好，小弟立刻通知王家去，是此高事了。有劳了，苏英雄。李真，滚快预备酒器，单扫西边空园，等候王姑爷设阵。请听第2场惜别。在我家刚满2月，群众闻事到来，叫他正月15日上京为师，奉了月华之命与姑爷接应，待我安排酒局，在长亭等我爷了。
去风里，柴米油盐水花年，我举心内春好有言语不早自去，言须切莫只在心。愿我为人我自知，小心对我。上进去，留下了母亲热恋他两人，万我岳父都照顾，他恩他德永记。也许放心去赴考，家中自是免操心。但愿你死去京都因苦惧，王邦得主为才内，先有也许不必言谢。夫人若无相送，此次一日让人，还请岳父早问。弟弟，你儿今在其母亲甚为不好，还请弟弟早些回家，免得母亲多生恼。是啊，请安还是早些回家。既然如此，我先回去了。待我来敬延续一杯，李真看酒过来，延续啊，阳关接雨，加一杯。我
些委屈了。多谢亲恩相送。李臣定儿不夜成营，好好侍奉皇太夫人，小姐为夫。哟，小婿口笔。儿郎，母亲，儿此去父才为，不能够早些时候在娘边，难得来生问我家空团圆我儿在学心大钱，读书人功名当为先，为娘身体上爱康，早些侍奉与鸟里，上一道在家千载好，柴门迎路不见，一路自上
岳母心中也欢喜，岳父听说开笑脸，也不忘老母一门家儿望，更不为娘子叮咛千万言。家务才言起，天色不早难留恋，就是小平
人去，倒把娘子骗老了。你要早去放回。两家真长在堂，我怎管就连他乡，请姑爷上马。爱人，娘子，我心中常有话来听，话来听。夫妻们总在莫负难尽言。难尽请听第三场《月相》。在下穷林也马为，呀，他公话改良多，马戏胡桃长月来，新贵在亲。
大，有满身大力存废，天子门生这就不过理当赛定家，辛苦得住，可惜呀，可乎？恩相自否？哈哈哈哈哈哈！因此似乎是此匆忙，礼不灵平，不必亲王，少子老夫通知礼部，怕臣松过过矣。多谢恩相。参当主在，请往这二位大人上计。本相同皇上有还有密言相聚。是，请到花厅上去。请。言听清楚。清楚。王延庆文采风流，盖世无上，可惜根深里先成瓦棍，必能留在内院朝着相持，但不知先生哪里？前盘家人，哼！常六公用这鸟子考了河山，礼部的也身上恩毕典。业，那是老丞相关照礼部，他意清醒。此谢过恩相，是事小事，何作挂齿？王延庆，老夫有一小女，若找唐勇为媳，近来两人结成，正好成亲，两夫退死了。恩相不期婚礼，本应正从，怎奈家有婚景，不管功名。老夫此举乃是爱才之意，上元是天下奇才，为何不通事务？陈月公，夫人用夫一教，贵一妻，自来神子长情，常月公休要负责。王延庆，老夫话语之口不必反悔，你就应用了吧。有道是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十方不管学礼无应，恩相死在。非非老夫我月里不应不成，可恼可无也。穷死生，不与我说还有人望，不与我怒呼高天当。我不愿你红满流亡是真情，将儿女找来在中堂，你少无这样不乐意，尽管为傲在张堂。相遇出西在女中，时光我定睛回上来回他，真正人的世界啊，不在我混乱三九女无上。他不明白的长儿郎，相爷朝夕观太阳，多亏相爷来第一，接你过鸟转富裕邦，当朝宰相为乐章，自立别死无伤。我劝你统军他边恰英勇，莫顾实在苦长。看路我不想家中还有求刀口。好老爷，王德邦真的是坚强。
为民应对龙虎豹，无也不管开凤凰。茶八节定期再次把名上，梦有唱插住了，黄快为了交归人，留的村民是黑呀，喜酒连声天两上人帮不住红衣想死这里真正苦恼。臣下军事力气不知，状元万事最思量。常人本是玉笔剑，又不是丞相金银两。你我一落雨太不长，喜得老夫怒满腔。曹刚先生我这张，要你空中梦一场送客。并是嘿，并丞相，王十王去了。这个畜生是此无礼，老夫好意召他为婿，偏要铁山做事，实在可恼。正是他不是得去了。唐后官在王世宏周必大，县城哪里？王世宏前判朝阳，周必大系温州太官。那照样是个一张之地。唐后官在传王世宏到来。丞相有请王大人。参见恩相。眼前不知县城哪里？前判朝阳。老夫有心提拔于你，愿是不愿？有请恩相吩咐。唐后官在传老夫北平，吩咐礼部将王十郎与王世宏给掉。王世宏给掉鸟走，王十郎给掉赵阳。看来此言不须相见。来，吩咐礼部，不发王十郎负责文凭，不准高家为相证明。请听第4场祭祀。
将礼部临平之后，高家为相，皆君夫人，不该春发为其人相，杀出一场烦恼。问他御帖礼部，不发夫人文凭，又不准高家为相结决，当听京师人决，前往温州提送文书，我只好先行一封，请他大位，托岳武大人派人护送母亲娘子到京。哎，这好这不是。大人，生意卷取经，生意卷，请他进来。是嘛？稍事人就到此，命他进去。是。有请曾家公。赵月公哪里？赵月公哪里？孙兄来了，请坐。赵月公大快天下，无喜来之。哎，是的，是的。同朝好友何必多此一举？本得赵月公用人要酒，不知无人欺人。赵月公为吾长他，孙兄啊，今为小弟有家去传香，本乡下他早东道，是我这一步一走，上一道走好自己步呀跑。是啊，是啊，夫妻的名气在自己，欢度富贵上天良。难得，难得，才知人相同了路，一张全是来中上，夫人文明看而下，又不对表弟高家为主下，因此心中多烦恼。不如一棍烧自丈，竟有这等之事，真是个死呆子，给他倒霉。赵月公不能妄想，把母曾夫人欺负冤枉。今世成就要往温州提送文书，小弟托他手打家信，即此家眷。事情可曾交与陈家？方才最好陈家尚未到此，陈家还未动身，好极了，好极了！我比孙兄也要少打家。哎，小弟也要少打家媳妇，妙极，妙极！公问今日何观察不是有？几个上月过年，家信写好了文事现在是万老大位，并赵月公，小弟要为你相信就此高事，请也。叫我做来与我归国，你可认得我吗？好像见过，有些面容，我就是温州马帮孙牛啊。
新官家。哦，失敬，沈相公的府上也是文主，与皇上女同乡。我的皇上女不但同乡，而且同用。有心外老上茶，少打家写封，送到谁乡？这里有许小桌子，王爵小男。举手之劳，不客气，不必。到。拿来，拿什么来？哎呀，私信啊！哎呀，我私信还没写过。上茶，请到前面酒店，小饮三杯，等我写信哟。哎呀，真好当着。啊，好。等我写封家信与他表我一下，我叫他们夫妻分离。他的妻子够聪明，叫我遇着难忘境，同山无动乱生，总是纠结也关心。请听第5场活宝。
妹请我门时，我可以采纳你。我以他人生心来，不报与夫人到飞远。八级老夫人进入人之道，本长把儿子打飞机，我老远离开家国。皇上，你丈夫当真要中了，我女的老不也中了状元，但我报与王知道。上茶沙里。家心当娘心宽，生生把脸压上去。地上茶来大意，我把下了人上上茶稍作片刻，应被查去。宫门境界不管酒旅，多谢了。昨夜早梦梨花开，也许不准也不愿挖女要是本命全家人，把酒宴家国家国。李人，怕是某少的准备酒的王老夫人我喜呀。请母请坐。请母，小儿有心回来，送于灵山。有脸请一步不开场。哎，你给请我开场。员外，金风堂上下的哪个开场，就哪个开场，不要客套了。弟弟，请看。私信函送温州扫明王前场，岳父大人亲戚。亲家母高才高才。话是他吧？哦。八位顺道岳父母。弟弟错了。没有念错啊。小小辈跟长辈写信，应该是等书不备，怎么写成不备了呢？哎，这个孩子也太粗心大意了。没有写错，但也说得好，四里八把，把亲家母两把，把你两把，把我两把，他们夫妻之情也是两把，正好八把。有理，像是男儿我必也是有的，还莫妄下言。哪是往下你？听为高宗守家龙，员外，什么叫守家龙？做了官，受了朝廷的俸禄，就叫守家龙。恭喜亲家母也许做了官了。亲家母，我这双眼睛看中的人绝不会错。我说过，王姑爷两人在见，定做高婚。员外，我说过没有？你说过，你说过。我还说过，亲家母满面春风，定是高峰。我女儿袅袅婷婷，定当夫人。员外，我说过没有？说过说过。你听到才是不要当场。梦恩现在江西去。
穷么就是穷么，钱盘管小，穷么管大，一个人只能做他小两官。我儿你不晓得，这叫混上加混。哎，不要打扰你听着才是。老弟相思。弟弟，这封信文理不通，不像是你语细细的，不要困了吧？是有些颠三倒四的，不可言啊。买了，王姑爷在家不做什么？怕是往下念。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他是在当马有金之后，就到相府去春飞。哼，看不出你外外随地天下当官，我又不是3岁2岁的小儿子，但看你们母女俩鸡眉蛇眼的，心里面就没有好事夸着你我。早在家父亲梦里，可是连起林家户。无人要见就是从此夫妻四马路。好啊，怪不得你不往下念，原来是封修士，哼，你找得个好女婿。王老伯子，你养得个好儿子。小点人，你嫁得个好男人。我早就这个老东西哪有见识，养儿子听不正的，望不着旁，两儿招风，不要往开，就要插用。我看过的人啊，看一个真一个，我说过的话3句另一句，真气死我了。哎，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话呀？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看这王也许不至于是。亲家母，我儿子也不是话按照你的说，你还有脸和我说话？只在我家好不讨厌你，听我滚！不许胡说！亲家母，亲家母，两母儿都是命里不起的，不为是王开为你人。你这王德邦不为王爷为你定期再去，我来问你，这封私信可是你儿子亲笔？别急大声。不过，既你儿子亲笔，你还有什么可说？你听我滚，我滚！亲家母，你不要生气，你不要误他去的拜见。王八第一名，小的人，那是自考官害了眼睛了。把自家还是外为家的。这封信啊，真假难明，你也他报仇了。都是你做的好事情，事情真假为分明。可为那东区临安的富考人，求你不要他无端，怒到家风去当庭。老王听不知，家风推广有个人，他把王家老母子离开棺材出家门。不许无声，叫你不要无声，你偏要无声。你我出去，你外公是。好，他不走我走，可怜，他跟回家回去。父亲，是我，你再瞧回去。哦，秦小母，弟弟。
王日帮忙，因为你早在相府。我想玉林一天不给家，那王老婆子哪肯离开我家？我不免照顾机会比他给家平了。对了，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主意。请听第6场斗讲。
在此段讲，旁人不知，反倒我引压四倍。有了，不免待我太下手啊！放在江边，想不惊怕，乃是我郎君小品之物，我要生死两人。请听第7场击幕。将我赶出府门墙，幸亏离人话不平，陪我到京找二郎。可怜我披星戴月怕人苦，恰是今朝到地方。老夫人，小人前去打听，都说是姑爷不在相府，居士一关。喏，过了前面牌楼就是了。什么？你家姑爷不在相府居住？是说来，你姑爷相府早灾之事也不是真的了。小人也是这般想法。可是你家小弟死得太委屈了。老夫人千万不可上官，免得姑爷知道，心中悲切。神也死了，还应该得知啊！哎，话虽如此，今天老夫人母子团圆，乃是一桩喜事，小气头家，慢慢告诉姑爷也不为之。我们快走吧。
难配相，恨在没妻见相喜二人，又不能高家为故乡。大人的官眷到了。啊，大路特的小弟为父亲啊，姑爷，小姐她儿啦老夫都来请你了。请亲属孩儿把亲。这宴场里，儿啦立即坐下。父亲为何三滚起来？哦，姑爷，老夫人乃是高兴糊涂，喜结而落泪呀。喜结而落来，为娘正是喜结落泪，我儿最近一向可好？母亲用病。有家事，错儿结下必姻缘，孩儿聚会曾相怒，至今不走为家园。恨见想调我鸟走去朝阳，燕赵之地成千坡。二瓜成就我家心，等于娘亲也忘错，应得今朝是心愿，也过母子两个月，相逢怎该共欢笑，母亲为我磨练就用心不活。莫不是路途老等谁不是有理在一度是否打平方我不是热烈不消人你家小弟对老夫人怎样？天生之风，老夫人小妻子亲生女儿见母亲老来做来不过，离人有言语混无来不中。他们曾是有人心不定，云有阴天将无我。要问不要盘，母亲啊，若怜他我不同人恰作婚。儿啦，你要问有理他怎样？有理他，他
你家小弟究竟为了什么不来？他家姑爷，我是。当初只能离家走，虽然的辛苦谁是中，但是他家不离苦，小辈为母在悲痛。儿啦，一家分离，是这样错的呀。言语之母来回答，本是真来本是假，母亲的是明白，不是对夜而归乡。儿啦，快起来，母亲啥不明意，儿死不起来了。一把回家带儿明夜就是母亲夸奖，母亲夸奖，儿啦。七花八卦讲儿话，你不给父来讲一下，这是我早在咱相府。一听起在这里他也无此儿子真希望爱无人落笔下桃花龙人才烛光你去想是不想他你有当时从中两边娘里去家生家你要么父母经济不放松，别得我的无办法。好的呀，老夫人千万讲不得呀！他将生小人爱当刚愎留下媳妇啊。你骗
两轮飞，到此言起，才将心不觉不复靠两飞。哎，绵绵何时尽？为往人为伤心，从此一别，我怎永别？娘子，妻儿啊，三世不奈我生，可也无益。可是那篡改家世的狂徒，实是可恶。我理该在心松心之人才是。我是母亲的妻，儿继父亡了，当在寄sinh之时，正与身有权在手，原来又是他逼婚而死，使人大有可疑。可是我儿即将负债，此事是何办？母亲放心，同年周必大，因为温州太官，孩儿先生一封，罪名上死罪就送去，可有身有权当堂得罪。此才好。母亲，儿将命离人为家，去迎接岳母前来，同父朝阳。母亲以下之媳妇一死，儿郎无依无靠，女婿才为白子，理应当做。母亲里面歇歇去吧。请听第九场祭王。叫你往云家关里去进去。好。哎。
梅香，老爷夫人可去？老爷身光江南路节度使，高中不守道士，无惧为定，夫人一路走错老人，不晓得都是闲话。哎，梅香，梅香，我到府上不久，有一夜不便其事，不知姐姐可否告诉于我？我知道们说来就是。老爷夫人多前来，小姐为我披麻戴孝，洁身告诉。你来到这里不久，难怪不知。我们这位小姐并非老爷亲生，这位小姐乃是我家老爷路过二家，从家中救起来的。哦，原来是一个投江的女子，不知为何投江事情，吕母逼她改嫁。哦，小姐身穿孝袍，是为了丈夫过世，所以韩母不能享用了。小姐投嫁之日，她丈夫并未过世。哎呀，她丈夫常在，韩母又为何逼嫁？说来话长，自从我家老爷救起小姐，才知她丈夫已高中状元，方人要走起跑，因我家事。她丈夫早在相夫，所以韩母逼她改嫁，小弟不容投嫁。梅香，小姐似乎明白她丈夫过世，穿起孝袍。我家老爷把你的小姐认为女儿，方人前去鸟州打听，这是王老爷三吐不服，所以小姐身穿荣相。哎，梅香，不知王老爷亡过多少岁了？3年了，小姐她头上3年小了。唉，这位小姐也太可怜了。哎，时宜不早，快去准备车子吧。哦，小姐。
园庙怀里
岳步步发财高，三清弟弟四不孝，我养育之恩为人发。小弟，我们到那边去商量吧。行在江南路铁路寺，即走无其闹人的奇迹。这有奇了，相信这其闹人在结案下马。周年兄周必大调成江西的营，我们在这里一定不计相遇。曹才周年兄过衙为罢，这是秦大人有1,000斤手挂在家，他来与我助媒，
我为夫妻敬重，当面下结，并挂周年兄不给都是。今日的见见家小弟用劳，恰与月莲一分模样，好生奇怪。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面貌与人相同，也是有的。为呀，去吧。不得，像那市民百姓，富士改家，万有苦涩，堂堂节度使的千金，岂可轻言改家？莫非月莲头将女酒？总算女酒。也是温州演讲与无人讲，像那钱大人，他在福州做官，我连似乎能去。顿服此理，顿服此理，为呀去吧。你顿难讲，本在上前之辈，有空见他人讲才。你可心急又不可心急无，凭着八字对鬼也要配国民配。干嘛？请听第10场段语。
小姐今想可曾回来？方才为夫。这就好了，请周丽英上堂问话。是。也请周大人。为子困意，老大人，请坐，一坐。王太师可曾请到？王太师到元庙观朝祭王妻，不在府呀。什么？他也到元庙观去了？真是，这就好了。这里自此以来，小女的婚事有了指望了。老大人，据卑职知道，王义兄为了这季春事，终身不娶。终身不娶，倒是难得。所以，我说这对婚事恐怕难以挽回，只怕未必吧。王太岁请见。有请。是，一请王太岁。你可人为呀？必人为呀？必为呀？是我知道老大人着急，匆匆而来。老大人着不着急，我就非来不可。老大人，请坐。现在老夫有事相商，他虽不在府衙，所为何事？这个，此际他虽不请自来，老夫喜出望外，来呀，八天。也罢，这门酒原本有些难吃，老夫这里我得经茶一字，雕刻精妙，有些来用它引过酒里，而等一下子后非是不会。望他是亲切迎礼。他是我娘子头上上茶的，老大人请问警察从不来，是我女儿头上的，来梦不起去高配，指定继续做他妹。那么，你瞧着来，大人有礼。新公园在西门前，警察为凭陈婚配，婚有2月去赴死，长远结的不也来，因我拒婚结下路。
将我鸟手给条朝阳街，身有权谁给我家生，岳母憋气再婚配，可怜娘子投江死，我闻天梦用山上飞。原来有此一团的老大人王大人，经他一句人也在。老大人，这是什么侮辱的狂当小女子并非老朽轻小辈，是因为那年传宗二纲部，我曾将阅历就起来，什么历史梦想，为我能老人让我们夫妻重相会，为什么老夫的情不应用，此刻我也不许你们重相会。老大人此恩是在不忘回，庆祝讲我花厅表里才堂美。你怕不在，我往心爱美。请我父现那风采天有在，娘子郎。娘子啊，你为我的苦有受罪，不要挂心香，只听他明里见到生意的娘子啊，好事多重相见。我一人子的乖乖坐下来，夫妻比邻亲相，娘子为我表上，我虽愿花都开，一堂里有情，大地大老长相许，亲手当的得亲啊！各位听众，这次节目播送完。